是什么？想不通，我如此平庸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你的大起大落，我的笑话笑过，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你们连我都敢得罪，也不问问我是谁？你谁啊？告诉我，你们刚刚没看见是你们老大亲自救我回来的？我可是他的牛宝啊，是亲生儿子，还不快给我开门！开门！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准进。去啊，快去！叶波，叶波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怎么来了？你冷静，那个人不人鬼不鬼的，又不懂得怜香惜玉。哎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？你不会认罪作父了吧？没时间解释，总之是大哥和我计划好了来救你们。离婚？太上皇，我就知道太上皇会来救我们的。哎，太上皇，我已经把求救信息发给大哥了，他们在来的路上，我们走。爸爸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只是……你只是……你只是帮着外人来欺骗你爸，你只是演绎成苦肉计来欺骗我的感情。可是我告诉你，选错人了。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，而没有感情的人是不会被利用的。你什么都知道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带我来？哼，你以为我这么容易相信你吗？放心吧，我不会毁了他的，而且我要好好的利用他，等着李焕自动上门。你知道我们的计划，反而利用我，你还是我亲爸吗？本来我想着，你如果是真心投奔我的话，我也只不过是把你当成一条忠心耿耿的狗。可是，我一点损失都没有。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你竟然放着荣华富贵和长命百岁不要，偏偏沉溺于儿女情长、风花雪月。你太没有出息了！就算没有出息，这帮人，我守护定了。叶波，你太 man 了。一介草包！就算我是草包，我牛宝宝，我今天就厉害给你们看！叶波，怎么样？
真是如此不可教，什么都不会还学人家逞能。虎毒不食子，竟然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放过，真是令人发指。你就别替我操这个心了，好戏才刚刚开始，吉时就要到了，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和你的情郎李欢吧。阿飞，在，把峰峰给我带出去，论静候李欢的大驾。你又要干嘛？不许伤害李欢！峰峰，你伤害李欢干什么？你在哪儿？姐姐，过去，峰峰，老实点。姐姐。叶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要知道，我以前你不在的时候，每天都有练瑜伽的。对不起，以前都是我，我只是想考验你的真心。我要是早点接受你，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。对不起，都是我太矫情了。你别这么说。其实，我觉得现在这样特别好，特别刺激，能跟你一起死，我很幸福啊！你别瞎说！别！瞧我这张烂嘴，我们还会白头偕老，还会长长久久。你还得给我生一窝小牛宝宝呢。你又瞎说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想这个？好，我什么都不说了。芬妮，其实我真想像现在这样，安安静静的看着你，我就知足了。说好什么都不说的，为什么说那么多煽情的话？别哭。好，说好了，让我安安静静的看着你，别哭了。伯父，您能把那把北魏孝文帝的宝剑借给我们吗？那把剑可是我花重金收购回来的，借给你。你就是个土豪，根本不懂得欣赏什么古董、什么宝剑，还有这些破瓶子。你就别再往自己脸上贴金、附庸风雅了，好不好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伯父，对不起，我们有些冒昧，但是我们真的很需要那把剑，我们找了好久了。你是谁呀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不要随便把不三不四的人带回来。什么不三不四的人啊？他是我的朋友。朋友？是什么性质的朋友？哎呀，你管的也太宽了吧！快把钥匙拿出来，我要去救人。哎，什么态度？不给！爸，你给不给啊？伯父，您逆向思维一下，这把宝剑在您这儿只有您一个人能观赏。但是如果您借给我们的话，就可以发挥它真正的作用。真正的作用？哦，你们俩拿着这剑，捯饬冒充神雕侠侣，闯荡全世界去啊！伯父，真的是救人救命，甚至可以拯救世界。你们当我是3岁小孩子，还拯救世界？那您再逆向思维一下，我们有没有可能要骗您的剑吗？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您不相信我，总得相信静静吧？她可是您女儿。女儿？她已经坑了我20多年了，我最不能相信的就是她。我发誓，这一次她绝对不会坑您的。
你拿什么担保？我这样，我向来只相信自己家人。如果你能够成为我的家人，我就无条件的相信你。可现在你终究是个外人。如果你答应成为我的女婿，我就答应把宝剑给你。什么？好你个人心大土豆，你又想把我给卖了？你真当我嫁不出去啊？哎，丫头，你确定爸爸现在不是在帮你啊？我怎么觉得你们俩……伯父，我去，你还真的坑爹啊！不坑爹怎么办啊？我可不想强人所难。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别指示了，走。那你爹怎么办？我刚学的晕血法，他一会儿就醒了。走，快点去找保险箱去。学到今天还是没有一点长进，穴位都分不清楚就胡乱点，还想治病。不过这两个人有点意思。我已经找到了叶佩的藏身具体方位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好。哎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元宵，你真是太过分了！我武功高过小白脸，智商高过西域毒妇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去呢？亏有我。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，我只不过想象出妖女干妈和我父皇，他们是我最亲爱的人，我不能没有他们。好，带你去。真的？谁让你承认我智商比你高呢？好，那我们就上路吧。走。Let's go！ 准备出发。您已到达目的地，本次导航结束。要杀要剐，你就干净利落点儿，不要妄想利用我来要挟李欢。别给我废话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等李欢一来，你的血就将被抽干，炼成长生不老丹。到那个时候，你的身体会腐烂，而我的灵魂将得到永生，我就能操控所有人的灵魂。到时候，整个世界都是属于我的。呸！魔鬼，就算你能不死，你也不过是一个寄生在别人身上的可怜虫。阿飞，慢着！李欢，你没有事吧？他们没对你怎么样吧？快走！你再不来，他要替你受更大的罪。快走！这就是个陷阱！快走啊！说好了生死苦乐都要在一起的，我怎么可能抛下你呢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可他就是个魔鬼，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我已经这样了，你就不要再跟着我送死。我若死了，你将来一定要替我报仇啊！蠢女人，牺牲的事情让我来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去做呢？太精彩了！只不过你们两个光顾着谈情说爱，
有没有人在乎本主人说的话啊？叶佩，还是嬴政？放肆！竟敢直呼朕的名讳！你想要得到长生不老之药，需要得到冯峰的血作为药引，但你更需要我的血，这样才能达到阴阳调和的效果，才能让你长生不老。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如果你不放了冯峰，我也绝对不会服从于你。到时候我们两个人一起赴死，你一个也得不到。果然是一代君王，算计能力不比我差。可是，有必要真的走到那一步吗？我觉得挺难的吧。你们两个谁都不希望对方死吧？只要你放了冯峰跟其他的人，我心甘情愿地服从于你。到时候再从其他人身上得到药引，但绝对不会用冯峰的血。你呀，一世英名毁在一个女人身上，为了情人连家国都不顾了，现在连命都不要了，你必定遗臭万年。那也总比你利用肮脏的手段，利用和背叛身边最亲近的人，你不顾一切代价，追求千秋万代，最后身边连一个知心的人都没有啊！我不需要。哼，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和你所爱的人吧。李欢，别跟他废话，他就是个怪物，你快走啊！想想元宵，想办法离开这里，回到古代，忘了我，忘了这里发生的一切。不要再说了，我绝对不会再丢下你。我就给你这个做情圣的机会吧。吃了这个长恨丹，我就放你他。李欢，不要啊！芬妮，下辈子我还要做你的牛宝宝。别说话了，省省力气吧。不要啊！这个疯子刚强迫我们吃下，现在又逼着你吃，他分明就是个骗子！你千万不要上当！刚才我给你吃的是防止你逃跑的药，现在只要他吃下这长恨丹，我保证给你解药，而且还给你自由。李欢，决定好了吗？李欢，你已经为我牺牲的太多了，你千万不要上这个魔头的当，你千万不要吃啊！对不起，今天我想自私一回，为了你。只要你肯放了他，我便服下这颗长恨丹。阿飞，宗宝，吃。李欢，你快走。走啊！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？我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也不能让你们因为我而做任何的牺牲。这一切都因我而起，本该由我来终结。我可以和你一起死，我不在乎。我在乎，我不要你死，我要你好好的活着，帮我照顾好元宵，照顾好大家。好了，赶紧的吧，不要唧唧歪歪的，趁我没改变主意。走啊！不要！不要！李欢，李欢！
一段感人的生死离别。可是你们以为用感情可以解决一切，却没想到是被感情困住的白痴。哈哈哈哈哈！快！见狗吃太阳。日食？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！别怕，别怕，没事了。李欢呢？在后面。我们分头行动，这交给我。好，走。在后面，姐姐在后面，姐姐。这个世界将要属于我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等这一天等太久了。生死盘，不放，快走！不放！你居然用生死盘的蛊术，你太卑鄙了！我早就说过我不是个好人。之前我给你吃的长恨丹，就是要配合日食才能发挥它的功效。现在天时、地利、人和都有，你们两个就乖乖的把血给我救出来吧！你这个疯子，你给我闭嘴！姐姐，妈妈，轮到你了。御剑，谢了，一定要赢啊，不然我看不起你。老板加油！我也是，大哥万岁！万岁！我要救吕欢，我们都服了长恨丹，所以会被他的生死盘控制住。长恨丹，吕欢服了长恨丹。长恨丹和忘情水相生相克，虽然它的药效没有被忘情水完全中和，但是控制力大不如前。吕欢因祸得福了。逃不开，望不穿，也放不掉的情感。每次蓦然回首，你都在。我的影子从你生命过几次，却从未留下名字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为何忽远又忽近？原来已是已久的幸福，在身边栖息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其实我从未远离。我的呼吸，我在回